嗱，我依家咧就諗住山學咧舉行崇拜儀式啊！嗱，我拜山學，山學咧就係最緊要點香啊！用煙做香咧，就係山學嘅山學嘅嗱，俾你睇下呢個壇，呢個壇係咁噶。呢個咧叫做沙漠玫瑰，沙漠玫瑰咧即係天寶花，係富貴花嘅一種。拜佢咧係最主要係因為沙漠兩個字，沙漠咧同埋沙漠玫瑰兩個字啊。玫瑰沙漠玫瑰咧代表堅強啊。好啊。祭拜儀式，祭拜儀式，天下獨絕，天下獨絕，此處風景咧，天下獨絕啊！難忘嘅咧就係今宵咧，與我以微絲咧情緒咧帶動山學嘅成長啊！山學咧終於係可以見光啦，但係唔緊要。淨係得我一個人信，都係冇所謂。山學咧，始終都係需要多啲支持㗎。好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